我係律敦治嘅院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、愛與寬恕。院牧探訪一位男嘅病人，佢講出困擾咗佢兩兄弟10多年嘅一件事，就係佢爸爸喺佢媽媽離世唔足半年嘅時候就另外娶咗一位女士。特別喺舊年過年嘅時候，爸爸仲將呢一位女士帶翻去鄉下一齊嘅過節，好似係肯定咗佢成為後母嘅身份。院牧細心聆聽佢對爸爸嘅不滿，佢哋兩兄弟都認為爸爸對媽媽係對唔住，爸爸係對媽媽不忠，而且佢爸爸都係信耶穌嘅。佢哋覺得喺信仰上邊佢係失見證，所以兩兄弟同爸爸嘅關係就越搞越差，甚至到佢哋都覺得最好就唔好接觸佢爸爸同埋呢個新嘅媽媽。院牧再詳細嘅問清楚，其實喺媽媽生前，爸爸係點樣對呢一個嘅家庭，對佢哋兩兄弟到底係點樣去養育佢哋，對呢個家曾經付出咗乜嘢嘅承擔。佢話其實爸爸喺媽媽生前都係好愛佢嘅，亦都對佢哋兩兄弟好愛錫。佢哋就更加唔能夠接受呢一段新嘅戀情，覺得爸爸係背叛咗媽媽同埋呢一個嘅家庭。院牧話俾佢聽，喺信仰上邊，爸爸其實係冇犯錯嘅。婚姻嘅盟約係當一方離世嘅時候，婚約其實就已經係喺嗰度係完結咗，留低喺世上嘅一方，再唔受到婚姻嘅約束，係回復自由。佢哋兄弟最多只能夠覺得爸爸喺一個唔係太適合嘅時候再婚，而且就算爸爸喺唔係太適合嘅時候再婚，亦都唔能夠抹殺爸爸對家庭所付出，抹殺爸爸對母親之前嘅愛，咁對爸爸係好唔公平嘅。呢個病人聽咗之後佢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新嘅角度去認識爸爸，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喺信仰裏邊釐清咗，原來佢爸爸其實喺信仰上邊係冇犯錯。佢亦都話會將呢一個嘅信息同佢嘅兄弟去分享，希望能夠同爸爸同新嘅媽媽重新開始，希望建立翻嗰個嘅關係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中，必須係以恩慈、包容、饒恕喺當中，然之後先至可以融洽嘅相處。正如聖經以弗所書4章32節講，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嘅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神喺基督裏邊饒恕咗你哋一樣。多謝大家收聽。如果你哋想認識律敦治醫院院牧嘅事工，可以掃一掃呢一個 QR code，咁就可以連結到我哋嘅網頁。